大胆启用新生代演员，曾演出危险心灵的张书豪饰演19岁的小爸爸，为了保卫家乡，丢下怀孕妻子。一脸稚气的他，用自己的方式看台湾历史。课本上也没学过，一句话而已，只知道割让台湾，就这样。课本应该要写台湾的。因为参与演出，真实年龄也只有19岁的张书豪，比同龄孩子多了些思考面向。如果我是他，在那年代，我觉得我也会就是参加战争。怀着年轻人对战争打斗的幻想，拍摄1895，张书豪远离了线上电玩，却过足了戏瘾。我们就自称敢自营，敢人所不敢，为人所不为。我反而中文都忘了，然后客家的都会念。年纪小，志气却不小。经由1895在大荧幕出世提升，张书豪希望未来能有金城武的外表、刘德华的工作态度，以及梁朝伟的演技。19歳、まだ若い。ボケ。你今年几岁？客家话怎么说？今年几多岁？今年几多岁？他才19岁，还大有可为。今年几多岁？今年几多岁？